你知道嗎？這個要用特寫，你看冇有？也得特寫。哇！你看這個特寫。多少？你看。放手嘛。沒錯。哦，走。哇！好靚好靚好靚！啊，我影你個製作過程。試下公司。好，快啲食快啲食，試下好唔好味？哇！啲火勁到。而家啲火上嚟啦，火上嚟啦。唉，私人廚房又開工㗎啦！私人廚房又開工啦。係。私家廚房。好。呢個靚到。哇！啊，呢嚿窿添嘛唔得啊！唔啊，唔窿唔窿，唔可以㗎，真係唔窿㗎。哇，幾靚嚇！呢個特寫啊！係啊。我哋特別大火啫。哇，好靚，好有食慾啊！挺肉的嘛，這個。對，都可以，都無所謂，這無所謂。成功嘛，我們先把這個吃對，完。現在最好吃的時候。現在試一下看好不好吃哦。這個是一對一對的這樣子的。哦，一對。對，這個是給他，對。那我這個要先塗再多一點，太少了。多一點嗎？太少了。Apple 要你負責整醬。等等。怎麼樣，阿蛋？是不是去了吧？我感覺是去了吧。正好是有人擠這個。就整，我影低你呢個整嘅製作過程。哎，你這個弄上面，我們弄底下，兩邊。